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部，这个屏东的潮州，竟然是来加小小的加热风，唔但有人家厝受到损害，嘛甲电火条啊、甲路树拢加倒。啊，那高雄的林雅区是来找8级的阵风，中正一路甲这个和平一路口有大型的广告的布棚为天空飘落来。放澳大楼附近，因为这个风切的威力真惊人，参要行路都真艰难。还有木林区，这个风嘛是有到头的头，阵风是来到10级。另外，离嘉义的阿里山公路嘛传出着灾情。屏东的潮州透大风落大雨，所以还有小小的光雷啊风，所有物件和风吹干的东倒西歪，监视器嘛海来海去。哇，这个电条拢断。电火条断去，树啊倒伫路边，附近的人的厝外口嘛是害了了。就沾迄个风啊，可能雨弄起来拢很倒。车边歪去，布棚规拢掀起，在地人看到这个画面，还会惊。冰箱拢飞过，严重歹，阮惊甲心肝头足艰苦。除了屏东高雄这边林雅区，早嘛是有8级的阵风，规大片的广告磅礴呢飞落来，加在车有闪过，透早伫地标附近。85大楼附近风切相当惊人，因此想往前走都得相当费力。风透到要行袂在，连骑奥多摆嘛骑袂在。对我有点害怕，你就觉得不安全啊？会摇晃，坐到后面压住啊。大家讲控制袂调，所以讲愈骑愈慢。高山区这边风嘛真透，搭伫外口的边啊海来海去。平均风速6级，阵风有到10级的雾林，看这国旗就知。写完风影嘛有够大，这个海影直接拍到大路来。你小心哦。嘉义台18线阿里山公路因为大雨一个口，地是讲树啊倒去，要变成单线通车，风台外游环流影响真大。除了讲会落大雨以外，真侪所在风透到有灾情，所以讲乡亲来提高警觉，随时要注意。好来。